大家好，歡迎嚟返我嘅 channel ISAACTO。今日我要介紹嘅係 Cara Tommy 嘅 Tomica Design 嘅買車嘅。呢度咧可以攤開咁噶啦，佢都可以好慳位嘅。佢可以擺架車喺呢度，跟住呢度前面都可以擺啲車行。呢度泊架車，呢度有架車，即係要一次得一個位嘅呢度，我覺得，所以要行嗰陣唔可以兩個一齊行。咁我哋就拆個盒啦。呢度入邊冇嘢啦，有架車包埋，因為呢啲唔係，佢係包埋架銀色車啦，啲聲係入邊嘅啦，佢見呢度打開嘅，佢咧就咁跟住可以咁樣掹開，跟住就會擺落去，跟住輪到架車，佢咧就銀色嘅喺度，佢可以首先你可以擺喺度。可以轉佢入去，跟住轉過嚟嗰陣擺架車喺度，跟住可以轉㗎你見。所以今條片就到呢度，如果你鍾意嘅話就可以訂閱我嘅 channel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